你着勇敢壮大，无伫惊，也无伫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也有看你的上帝甲你伫地。咱来唱圣诗258首。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阮伫每一摆的礼拜日、主日，我们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学罗你，阮也欢喜伫你的恩典内面，甲你的应允内面，互阮会当有毋茫来面对社会，甲即个国际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形。主，阮也恳求你帮助阮，当阮咧学习。要开始改变，用新的方式来生活时，互阮有够也的智慧，也互阮有够也的气力甲平安，会当互阮伫即个情形内面，甲所有的台湾的人民徛做伙，为着政府来加油，来祝福，也互阮教会伫地面上会当活出合主你旨意的生活甲气质。阮也要。搁一摆将阮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仰望伫你的面前，阮知你要用你的话语来起造教会的性命，也要用你的圣神的引带甲感动来扶持阮的每一天。愿阮今仔日每一人伫家己的厝内的敬拜，也甲主你的圣神同欢喜同快乐。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愿伊用仁慈款待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互万国捌你的救恩。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愿万国快乐，
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引带世上万国。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万民拢学乐你。土地有生产五谷，上帝，阮的上帝有赐福互阮，愿上帝赐福互阮。愿天下万民拢敬畏伊。咱来看上帝的话语，记载伫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17节。请咱会当伫厝内嘛掀开圣经，做伙来看，我来读。雅各书第2章第1节，我的兄弟啊，恁守咱的主耶稣基督荣光的主的信，毋通用外无处人。若有人挂金手指、穿水衫，入恁的会堂，也有送向人穿破烂的衫，平平入，你就看穿水衫的，甲伊讲，你坐即个顶位，也甲送向人会讲，你徛迄位，也是坐我的骹踏椅的，这敢毋是心内有精带嘛？用歹念头来分辨嘛？我所听的兄弟，着听啊！上帝敢毋是经世间送向的，互因伫信做好业，来成就伊所应允要互听伊的人会讲嘛？若是恁就能力送向人，富人敢毋是为协助恁，家己拖恁到审判厅，敢毋是放倒恁所互人叫尊贵的名吗？照圣经所记载，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你若守即个至好的法则到真，才是好。独倒你若用外无处人，就犯罪，互律法定做犯法的。因为既若专守律法，也对一条跋倒，就是犯着正条。因为讲无伫奸淫的，也讲无伫杀人。若恁无奸淫，也有杀人，是做犯着律法的人。恁竟然要照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着照安尼讲，照安尼行。因为人无怜悯人，当审判也无得到怜悯，怜悯也过审判来夸口。我的兄弟啊，人讲有信，也无行，有啥物利益？即号信会救伊嘛？若有兄弟也是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恁中间有人甲因讲，通安然去，愿恁穿烧食饱，也既然无用身躯所欠用的，互因有啥物利益？安尼信若无行，就家己是死。各兄姐平安。今日咱的经文是记载伫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17节。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17节。咱即是要先来祈祷，来恳求上帝甲咱，求上帝信心甲咱伫地，咱同心。即成的爸上帝，阮欢喜感谢，会当聚集做伙，虽然是透过网络。来敬拜你，来亲近你的话，求你的圣神帮赞，亲身引带教示，互阮通明白你的话，知影你的心意。嘛，互阮会当看清楚阮家己的境遇，互阮若有会当明白啥物货，就有气力，甲所明白的行做出来，成做阮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甲阮下面的时间，拢交托互你，你来教示。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17节，咱顶礼拜若有听咱的讲道，其实伊第2章是接续伊头前第1章上尾遐个部分，讲到敬虔，敬虔的意义。咱会记住伫雅各书第1章上尾，即个作者伊有甲迄个敬虔的定义
分3个部分甲写出来吼。第一个就是大爱约束你的嘴吼，会当约束你的舌头吼。啊，第二是眷顾遮的孤儿寡妇吼，就是关心会当照顾遮的边缘人啊弱势者。第三，唔通互这个世俗目着吼，不要被这个世俗污染了吼。啊，咱讲第三，唔通互你世俗目着的意思是指唔通去用迄个世界的价值观吼，不要采取世界的价值观吼。其实即马第2章落去嘛是接续伊头前即个想法继续伫发挥吼。伊讲我的兄弟姊妹啊，我的兄弟啊，恁守咱的主耶稣基督荣光的主的信。这个翻译有一点麻烦吼，因为咱讲过吼，希腊文跟一些像英文哈、德语，他们都有子句的观念哈，子句，所以会当讲一句短短的一个句子，然后后面那个句子会当解随头前迄个句子。啊，不过咱汉字咱无，咱只好用一个这长的句子来写吼，像这个写领受咱的主耶稣基督荣光的主的信吼。啊，其实伊本来的讲法是讲领信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安那？是荣光吼，是一个受荣光的迄个主。吼，所以其实这个咱会当做清楚甲讲，恁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吼。其实他的信心是用名词哈。咱的翻译能够翻作动词哈，咱台语也是用名词哈，和合本是用动词。好，就是讲，恁我的兄弟姊妹啊，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你就唔通，若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你就唔通用外貌取人吼，用外貌取人。啊，这个在希腊原文其实是讲偏袒，就是讲。你若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恁袂偏袒。啊，偏袒什么意思吼？咱这个翻译做用外貌取人，迄是因为接下来雅各书的作者是用这个例子，下面的例子，所以咱这个翻作用外貌取人，用外貌取人吼。所以第20节开始，伊就用迄个例啊，伊讲若有人吼挂金手指，穿水衫，日啉的会堂。吼，啊，恁着做欢喜啊，拢好款待对无？啊，另外有送乡人穿破烂的衫，吼，啊，甲因共款平平入来，吼，啊，咱遮吼，咱有当时啊，咱看用外貌处人的人吼，咱会甲迄个较好雅的，就讲，你坐伫顶面，吼，顶位，啊，甲送乡的讲，你坐伫迄位啦，也是坐伫我的骹踏下面，吼。这作者就讲，你安尼就是心内有争吵，用歹念头来分别，吼，就是用外貌取人。他就举这个例子来讲前面的说，咱若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吼，咱不可以偏袒呐，不可以用外貌取人呐，哈。所以讲，这么已经讲到，他是举的例子是。伊举的例是用送乡的，甲挂金手指、穿水衫遐的人，较好雅的人，他是用这个例子来讲。其实各位孩子，咱知影这个跟前面第1章的上后面是连贯下来吼。所以第5节伊就解说啊，伊讲我所听的兄弟啊，其实是兄弟姊妹吼。我所听的兄弟姊妹，恁得爱听上帝兼毋是跟世间送乡的。互因伫信最好呀，这里一定要读清楚哈。他说：“上帝岂不是拣选遮的送乡的，敢毋是跟遮的送乡的人？互因伫世间变好呀吗？毋是，伊毋是安尼讲，伊是讲互因伫信心最好呀，伫因的信来最好呀，毋是互因变做好呀。”这里一定要读清楚他的意思。这个意思是讲，上帝拣选这的送乡的人，互因对着神，互因伫信内面是好雅的，在信心里面是富足的。你不要把它读成说，
哦，上帝吼，更加的送香的人啊，互送香的人变做好嘅，伊毋是咧控制吼，是让他们在信心里面去经验到上帝啊，互伊对上帝有信心，哦，经验到上帝的富足吼，来先食伊所应允所要互听伊的人的讲嘛，所以。雅各书的作者，伊就咧讲一个概念，伊讲即个上帝的国，伊所拣选的吼，是在送香无依外没有依靠的人，因会当伫信心好呀，好得到八九，好可以去依靠上帝，好这里是已经是用贫穷。来作为上帝的拣选哈，这里咱也当想一个，有一个想法啦哈，就是不一定是讲财富上面的贫穷哈，资源上面的贫穷，你也当去想逐款的送香吼，财帛的送香吼，人甲人迄个关系送香吼，就是你去想象迄种无依无我吼，无资源。任何的资源拢共款，上帝拣选这的人是安怎？因为这的人不会用伊的资源在骄傲，这的人无法度靠伊的资源，这的人敢若会当靠上帝。上帝国内面一个介重要核心的概念，就是人甲上帝的性命的结连。所以会当甲上帝结连的人，才是倚靠上帝。人若看唔知影家己是送香，就无法度。会去倚靠上帝，所以他用这个概念来加重这个贫穷送香的这个概念，用这个例来加重这个送香，想要去找到倚靠，会去倚靠上帝这款的概念，所以他用这个概念去连接到我们日常的生活，说恁既然你们竟然会看清贫穷的人，恁竟然会看清送香的。去干那要去好款待迄个好野的，吼！恁敢唔知影上帝国内面，上帝所拣选的是这送香的，知影家己是送香的人，好，他用这个其实有一点在灵性的概念跟物质实际的概念做一些转换，吼，咱来掠清楚，无咱那种误去，吼。伊讲，咱袂使有这款的偏袒分别，吼。伊讲这款是。歹念头来做分别，所以若是恁忍辱这送香的，你们难道不晓得吗？恁伫世上是上帝甲恁欺负啊！伊讲，不然敢毋是协制恁拖恁到审判天的人吗？这人是咧甲恁压迫的人呢？敢毋是？放毒令所互人叫尊贵的名吗？什么意思？这个人叫做基督徒吼，耶稣基督的跟底者，因为耶稣基督的尊贵，这个人奉称作基督徒。本来咱若看《使徒行传》，会知影为安提阿迄个所在的外邦人开始叫耶稣基督的跟底者叫做基督徒，一开始迄是。讽刺，是一个看不起的名称，是一个讽刺的名称。那亲像讲基督基督恁这缀基督基督就去用恁的基督去用钉十字架应该较欢喜。那是一种讽刺的名称，无拍算，因为这基督徒有好的行为，这个名字反而就被洗白了，就反而被翻转成为一个好的名称。所以讲，恁有遮尔好的名声，基督徒，恁称做遐尔好的名，敢毋是遮的好野人在甲你放毒？是他们在亵渎你们的名字，不是吗？恁顶到好款待遮的好野人，看轻遮的送香人，恁敢毋知影？上帝所设立的上帝国，就是拣选遮的卑微的、遮的有欠缺的送香人嘛。好，所以他从这里。做一个提醒以后，就接进去第8节。伊讲，
那照圣经所记载，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你若守这个记好的法到尽，才是好。这里的翻译其实又不管我看台语的还是华语的还是和合本，审记是和合本修订版，他们那个句法都还是一样这个句法这样看是看不懂的。你看第8节，我再念一次伊讲照圣经所记载，着听厝边亲像家己。你若守这个记好的法到尽，才是好。这样的意思跟他原本希腊文的 wording 伊的句子意思一寡无同款那是其实你若看英文译本，所有的英文译本都不是这样翻的以希腊文的意思是讲安那，一开始希腊文意思是讲，如果恁实践这个尊贵的律法，这个安怎讲？那这个尊贵的律法就是照圣经所讲的，爱听厝边亲像家己，安尼恁就做到最好的。这样意思有没有比较清楚？意思就是说，我再念一遍：恁如果恁若实践这个尊贵的律法，就是听厝边亲像家己，恁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这样就很明显、很清楚，这个作者要讲的意思了。所以讲，恁若遵守这个律法恁就是好的表现啦。不过恁恁若是用外貌处人，恁就犯罪，互律法定罪犯法的。前面是说，如果你有照这个律法去做，听厝边亲像家己。你们就有好的，就做得很好啦。不过恁若是偏袒，恁若是用外貌取人，恁就是犯罪，是互这个法律，互上帝的律法判罪是犯罪的人。所以他到这里就很清楚的定那个偏袒的罪。而且伊毋是用，我感觉恁偏袒不好，不是用这个角度，是用这是犯到律法的罪，哪有那么严重？为什么偏袒就是犯罪有这么严厉吗？因为作者先讲清楚，律法讲的是什么？上帝话讲的是要听厝边亲像家己，结果恁所做的是啥物？恁所做的是用外貌取人，用外貌处人，恁偏袒，就是恁掠家己是基督徒，是上帝国的百姓，上帝国的原则是听厝边亲像家己。你们称自己是上帝国的百姓，爱人如己，爱听厝边亲像家己。结果恁实际的作为，竟然是偏袒，是用外貌处人。所以他讲，你们是会被定罪的，被你家己的行为，和你家己所遵守的律法来定罪。伊才讲啊，这严厉很严厉所以这里他的一个概念，他把它连在一起把它连接在一起。应该连做伙的意思是讲，爱知影上帝国是用这款的道理所建立的。或者较欠缺所竞选的是拢是这欠缺丧乡的，知影家己无依无我的人，因为这个人是要伫因的生活建立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这个人要信心要得到富足，因的信会得到把助，是因为因的欠缺知影我靠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结果恁称呼恁家己是基督徒，是上帝的百姓，上帝国的百姓，恁竟然看轻这个上帝所拣选的，这个送乡的人，你们以貌取人，你们偏袒，你们犯了很严重的罪，就是那一条那个核心爱听厝边亲像家己，作者讲到这，他把这个严重性。佮讲较清楚诶，伊讲
恁唔通掠做吼，这律法是一条一条分开的吼。第10节他说，因为既若专守律法，也对一条跋倒，就是犯着正条。他说，我们用10诫为例了哈，伊嘛是安尼用吼，10条诫吼，你若犯着其中一诫，你就等于是犯着全部啦。你现在唔通把这10条诫分开，讲我第1条有守，第3条有守，第6条、第7条叫无守着，我头前已经守4条即马失败2条，功过相抵，安尼好，安尼佫有守着2条，安尼这个摕这守着来甲上帝，甲讨礼米吼，不是这样想，伊毋是讲安尼，伊讲是全律法是一体，吼，全律法是一体，你犯着一条，吼，你就犯着全部，吼，伊要讲这个概念，吼，这个是犹太人在遵守律法的想法，想法跟我们世人，跟咱那世人在遵守世界的法律的想法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其实犹太人有一个最清楚的想法，因为什么爱守律法？为什么要守上帝的律法？犹太人为什么要守上帝的律法？咱唔通误会，甲掠做讲犹太人是要透过守律法来得到上帝的救赎，毋是毋是。犹太人的想法是最清楚的，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甲亚伯拉罕有立迄个有立下誓约，因有约，所以遮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是上帝誓约内面的人，所以因为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会来守这个律法。犹太人知影，因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所应允亚伯拉罕的人，拢会亚伯拉罕的所有的福气、稳定，拢会遗传，都会留给这些子孙。所以上重要的，因就是要保持自己是犹太人，要保持维持家己是犹太人的做法，就是生出来。大家行洗礼，一世人爱遵守亚伯拉罕甲上帝的约，爱守10条诫，爱守所有上帝的话。安尼做的人，才代表他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子孙那个誓约会当所及的范围遮的人。要想清楚这个顺序。犹太人是知影我是这款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这款人，所以我会活这款的生活来证明我是这款人。他们的想法不是讲我即马大家来遵守律法，互我会当正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因做清楚，因本身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是得到上帝家的应允的人，所以因爱持守。维持好我是犹太人的身份，所以因咧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时阵，是这款的心态的时阵，因就袂甲律法分开一条一条看，每一条其实都是全部。我若破坏一条，我就破坏其他的。所以才有讲一个咧11节，因为讲得甘愿的嘛，讲无得害人。恁若无甘愿，也有害人，是最犯着律法的人。恁既然要照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要照安尼讲，照安尼行。就是这边就讲很清楚了。这个跟有时候咱会当伫教会内面听到一款的讲法。就是讲罪无分大小，你若犯罪，你就得失上帝，罪没有分大小，你偷窃嘛是罪，你讲白贼嘛是罪，害人嘛是罪，无分。咱若照咱的世间的法律，说谎犯的法律，
跟杀人犯的法律不一样嘛，有分大条的罪，较细条的罪嘛。啊，毋过伊讲，伫咱的适用的时阵罪无分大细啦，都一样是得罪上帝。安尼讲，够有道理？各位兄弟，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有吧？有听过安尼讲法啊？你有同意无？罪无分大细，反正你犯罪，你就是甲得失的上帝，甲上帝的关系分开，所以罪无分大细，是这样子吗？各位兄弟，你就要回到好多咧讲的犹太人的概念去看这个守律法的概念。对因来讲，真正10条戒，你犯倒一条拢同款，拢会当影响你这个犹太人，真做犹太人的身份，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你想说，明明罪就有大小啊，跟大家搞清楚，我们想清楚，罪因为犯罪就是跟上帝分开，上帝的关系分开了，断绝了，所以那个罪还真的，那罪本身不是用大小来看啊。可是那个大小，咱印象中感觉的大小是什么？各位兄弟，那个是犯罪了后你要付出的代价，那个代价是有大小的。你得罪人越多，得失人越多，你以后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所以不是罪有分大小，是那个罪的代价有分大小。你说安尼是安怎要这样分，要这样来做分别？当然是了，因为最后所基督的保惠是洗清咱所有人的罪，无论你想象的大细的罪，拢耶稣的保惠拢洗清啊。毋过各位兄弟，耶稣的保惠到有种免除咱犯罪的代价，没有呢，就是耶稣把罪洗清，互咱会当甲上帝的关系和好。毋过咱犯罪以后，那个罪所带出来的结果，耶稣没有把它洗掉呢。就是讲，咱若犯罪，我们还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个付出的代价，就真的你就知道有大有小了。大比王伊犯着行奸淫、佮杀人的罪，他的先知，先知来甲讲，哇！大比王马上认罪悔改，哇，痛哭流涕，诗篇51篇就是他写的哇，痛哭流涕，先知甲讲啊啦，讲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啊，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可是怎么会有可是？可是就麻烦，可是刀剑不离你的家，上帝的赦免我的罪啊，干要搞我惩罚？不是，那个不是惩罚。他说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你上帝已经原谅你的罪啊，赦免你的罪，不过那个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那个是犯罪的后果。就是伊有歹的模样，这个大比王作为父亲，伊有歹无好的模样，强奸、杀人，他有不好的榜样。接下来，他的孩子、他的子孙就有样学样。伊的长子强暴自己的妹妹，伊的最疼的迄个囝叫做押沙龙。反叛他，然后睡他的妻妾，也妾，他这些他的子孙行的代志，拢跟因爸爸同款。所以这个先知讲，刀剑不离你的家。刚才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不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因为先知已经讲啊，上帝已经完全原谅、赦免你的罪啊。这些接下来伫伊的家庭所发生的这些歹的事，是因为伊犯罪所带出来的这些结果。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经文插出去讲的概念啊，因为很重要，所以咱来想这个问题。就是罪真正
罪概念无分大小，因为罪就是要互咱罪会当甲咱互咱甲上帝的关系消无决断分开。即摆耶稣基督的宝血会当互咱甲上帝更好，表示罪已经怎么样免除了这罪拢洗清去啊。啊，毋过无代表，各位兄弟，无代表咱犯罪以后的结果所带出来的结果也被消除无。所以，咱所有互耶稣基督宝血洗清罪的人，毋通等下这欢喜讲，哈哈哈哈，洗干净了。那我再犯罪，耶稣的宝血嘛是个把我洗干净，那我就多多犯罪，多多益善，对不？多犯，互我赚着，毋是。当然，你犯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宝血拢已经解决了。毋过，你犯罪所带出来这结果，是永远留伫遐，你自己要去承受。所以咱知影迄个罪没有分大小，罪的本身没有分大小，不是用大小来看，啊，毋过你罪所，因为你犯罪所需要带出来的结果，啊，你要付出的代价，那个就真的有大小所以你不要想说你多犯罪就是赚到，反正耶稣基督宝血拢会给你洗清不要这样去想啊，咱若回到经文那回来经文来看一定要以下的讲他做一个结论，他说因为人无怜悯人你没有怜悯别人。啊，审判的时阵，当你要被审判的时阵，你嘛无得到怜悯，所以用怜悯是赢过审判来夸靠，这个有一点奇怪它从翻译就有一点点会让我们读不清楚。它原文的意思，伊讲怜悯赢过审判来夸靠，其实不用去看那个夸口伊的意思介简单，伊干那要甲你讲，怜悯是赢过审判。怜悯是胜过审判的，审判重点在公平，伊毋是讲审判无重要，毋过怜悯重点是疼是赢过公平。我常常跟咱的兄弟提醒，疼赢过公平，公平已经最重要咱伫世上的生活，公平是一件最重要、最正义、公正的代志。毋过咱的信用是鼓励。是期待咱会晓用疼来赢过公平。当要用疼来赢过公平的时阵，拢是要付出代价的都是要牺牲的，都是那个较强势迄边、较有资源迄边，会当牺牲家己损失，然后用你的损失、你的牺牲，互伊赢过公平比敢若守公平更较好用疼来处理的时阵。会比敢若守公平较好，所以伊用怜悯来表达迄个疼怜悯是赢过审判，你就想象成爱是胜过公平的所以讲到这时阵，就进到一个后面的重点了，14节的重点。因为当你要用怜悯赢过审判的时阵，你要用爱来表达你的行为，用爱来表达胜过公平的时阵。你要知影，这个是要有行动的，这个要有行做，因为你的怜悯跟你的疼，拢不是干那出一支嘴用讲的人你需要付出一些行动，你要真的有一些行为的所以他就进入14节，这个都有连结的伊讲我的兄弟啊，人讲有信，也无行，有啥物利益？你敢若讲？你有信心你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还是讲你拥有耶稣基督的信实，这样理解都可以就是讲，还是讲你讲你信耶稣基督，毋过你无迄个行为，有啥物利益？这里意思是说有什么用？好，那他就举个例子，伊讲这号信会救伊吗？那是有兄弟也是姊妹无通称。无通食，注意他这里举的例子，恁中间有人甲因讲，通安然去，愿恁穿烧食饱，
伊讲，若是有你的兄弟也姊妹，兄弟也是姊妹，因无通穿，无通食，因就是需要有人互因穿，互因食。啊，毋过你的反应是，你敢若甲讲，通安然去，管令穿烧食饱。哦，这个通安然去吼，和本翻成平平安安的去吧。其实这是犹太人吼，因的组织，也是甲咱共款做礼拜了后，迄散会常讲的通用语。吼，要散会啊，因会讲哦，平平安安转去。吼，这就是你通安然去吼。通安尼转去，原令穿烧啊，原令食饱。哦，这个有两种解释了哈。这个动词哈，希腊文的动词跟它穿烧跟食饱，啊，动词只有写这样子。可是呢，这个穿烧跟食饱的这个动词的形式哈，有两种，就是希腊文的动词的官身哈，官身的这个形式。跟被动式的动词写法是同款的，写法是一样的，所以你只看到动词的这个分析，看不出伊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官身？哦，的希腊文的动词，哪讲官身式的动词，伊的意思是讲，这人做一件代志是做伫伊的身上的。哦，这个人做一件事情是做在他身上，或是为自己做。比如讲，我娱乐，啊那用官身，这个娱乐就是咧娱乐家己。好，也是为着家己在娱乐，好，这种就是官身。啊，毋过这个官身的动词跟被动式的动词写起来是同款的。啊，你若是官身的动词，这句话袂使安尼解说吼。你讲通安然去，好，咱的翻译是讲原令穿烧，原令食饱。啊，若是用以官身的动词来看的意思是讲通安然去，你家己吼穿好烧，啊，家己安那食好饱。这就是官身，就是穿烧是穿伫家己身上嘛，食饱是食伫家己。如果你用官身的动词看这句的意思，就变做令通安然去，啊，家己食饱吼，家己穿烧哦，哈，这个就变成官身。那么跟你讲被动，就是它的翻译变成是一种有点打发，好，愿你们可以穿穿烧烧，啊，原令会当食饱饱，通安然去哈，这就变成是。你把它当作是被动式的动词哦，啊，你感觉搁一个较好，还是讲你感觉伊这个讲的什么意思？哦，其实比较可能是在讲官身啦，哦，通安然去啦，啊吼，要食你家己食，家己食好烧吼，家己食好饱，家己穿好烧吼，啊，家己啊好好照顾家己哦，无我的代志，恁家己通安然转去吼。作者的意思是讲，啊，你著明明看到你的兄弟姊妹无通食。无通穿，啊！你搁咧甲因讲，搁叫因家己去食好饱，家己去穿好烧。他说：“你这样做，你讲这种话，对他们是无利益的。你讲这个话是无帮助的啦。啊，这款的无帮助的这款的无帮助没有用的情况，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有信心，啊，毋过你拢无行为一样的，无帮助啊，无利益。”好，所以你若真正知影伊穿无通食、无通穿，其实你着供应伊穿、供应伊食，安尼毋才是有用、有帮助。啊，毋过你的供应，互伊穿、互伊食，就是你的行为、你的行动啦。得要有行动，才是真实的帮助，才是真正有利益。啊，用这个概念来看哈多一共的信心一样啊，啊，如果你的信心只是停留在脑袋的那个认知，哦，我相信，我知道哈，我知道太阳会从东边出来，好，那个不是信心，那是你的认知，好，哦，我有信心，对啊，说有信心，好，那个都变成一个认知而已。伊讲你有这款的认捌，啊，毋过你若无相对应的行为的时阵。你迄个认捌是死的，那是死的，那个是无帮助、无利益的。好，其实这个东西蛮清楚的。啊，毋过吼，伫咱的教会历史，雅各书这句话常常互提起，甲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做一个比较，啊，就有一点可惜哈。因为伫保罗咧讲的对信称做义，
保罗咧讲，毋是对你行好诶行为，修律法，毋是靠你诶行为，是靠你的信心。保罗咧讲，迄个不是靠你的行为，那个意思不是指，不是靠你的好行为，毋是。保罗咧讲意思，不是靠你想用遵守律法来互上帝称作义。好，保罗的意思是安尼。保罗是讲，你毋是照着要行律法，拢守律法，互上帝称作义，毋是。伊讲你是对迄个信来称作义。这个对迄个信，无论你是解说，你要对信耶稣基督，还是你要对耶稣基督的信息，两个都可以。好，重点，你知道这件事情以外，你还有什么行为？这个概念伫保罗内面是连做伙，就是讲你若有这款的信心，你就会安尼去行。好，这个是保罗的概念。毋过雅各书的作者发现有很多，不要说很多，有些基督徒伊甲信心等同于一个概念而已，一个认捌那尔。好，伊讲我知影耶稣是基督。我认捌上帝是独一真神。这个是一个认知而已。不过他没有接下来的行为，就是讲，兄弟啊，你有相信等一下下晡会落雨哦，你们信不信？你说我信。因为你是那个气象的专家，你讲下晡会落雨，我信。你信你若相信，你下晡出去你会安那？你要带雨伞嘛？你下午出去你带雨伞，表示你真正有信我头讲的话啦。你若甲我讲我相信下晡会落雨你阁无去啊？无去啊，雨伞无穿雨衫，表示你刚刚讲的那一句我相信你的话，因为你是气象专家，迄是一个认知，一个认办尔。其实你无真实相信。要安怎看会出来你的信心、你的相信是真啦假？就是看你等一下你的行为行出来，甲迄个你所讲的相信有符合无嘛？是不是符合的嘛？所以这意思无共款。伊讲你的信若无行，就家己是死的啦。你这个信心是死的啦。若讲到这句这句我要再加一句话。我常讲的，我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祷告咧，祈祷若无行动，嘛是假的。信心无行为是死的，祈祷无行动是假的。这个一定要放在一起思考。咱即马尤其咱即马教会即摆祈祷徒，拢一直掠做讲，哎哟，祈祷落去就无代志啊！咱咧祈祷，大声祈祷，互这个。迄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祈祷，互伊消了，拢就无去了，祈祷上重要。无毋对，祈祷最重要。毋过你的祈祷是祈祷真的，还是祈祷假的？你祈祷的真假是取决于你接下来有没有行动。你去甲上帝祈祷讲，哎哟，祈祷上帝啊，你互阮囝考到台大医科。互伊以后去做学生，我逐工为着这金价祈祷。你掠做你安尼祈祷了，恁囝就变做医生哦？毋是啊，是你祈祷你鼓励你的囝认真读册，好好对遮伊要行的路有认捌，有知捌，有去学习伫伊的考试安尼尽力，用伊上大的拍拼，去准备考试。安尼你的祈祷毋才真诶。你逐工祈祷了拢逐工凊彩无咧照顾无咧鼓励带世界咧耍，安尼讲真正你的祈祷是真的？各位兄弟，从这里回去看我们的祷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雅各书的作者提醒咱，检验咱的信心是死的还是活的，是透过咱的行为
来看咱的信心是死是活。同款，伫遮我嘛要提醒的是，咱的祈祷是真的还是假的，嘛是同款，是借着看咱的行动有没有连结的行动、呼应的行动，来看得出咱的祈祷是真的还是假的。咱基督徒已经太习惯出一支嘴啊，什么都是出一张嘴，祷告出一张嘴，传福音出一张嘴，什么都是出一张嘴。我们还真心认为，我们只要出一张嘴，一切就成了。上帝会替咱备办，唔是啦，什么时阵上帝要替你备办啦？不，上帝要替你做，上帝无要替你做，伊会替你备办。咱犹原爱家己去行动，爱有迄个行为，针对咱所信，针对咱所祈祷。所以今日这第1节到17节，其实它是跟头前第1章是连串在一起的，是一样讲到什么叫做敬虔。你一定要抓清楚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等于在讲修律法，守这个尊贵的律法，有没有？第8节要守这个记号尊贵的律法。其实伊头前第1节要讲的是，你若修迄个主耶稣基督的信，所以你要知道信耶稣基督跟遵守上帝的话是同样的概念。你若要讲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就要遵守上帝的话，才会律法。这个是实践的。你唔通讲讲，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基督，不过咱的生活行为行出来，拢甲这个上帝的话，这上帝的律法无关联没有不一样。又回到今日作者他讲的情形，你这个信是死的啦，是死的啦。所以这清楚的表明讲，兄弟啊，恁着守咱的主耶稣基督恩光的主的信，你这个信要守得住，你已经拥有，你要守得住这个信。你是不是真的有守这个信？如果有，你不会偏袒，你袂用外貌出人。你若是用外貌出人，就表示你是违反律法的。你若违反律法，你怎么可能讲你是信耶稣基督的？因为信耶稣基督跟遵守律法，这个是同样的概念。各位兄弟，这些都是第1代的基督徒下的。第1代的基督徒伫迄个时代，我咧讲伊迄个时代，不是讲咱即马第1代的，是讲耶稣基督了后，第1代的基督徒拢是犹太人基督徒。因遮的人看上帝律法是最斟酌的。因知影这意义什么，所以因甲遵守上帝话、上帝律法，甲信耶稣基督是结连做伙，是一样的概念。不是这里唔通去揽去保罗在讲的，对着信称做义，唔是对恁行做，不是靠你们的行为，是借着你们的信心，唔通揽位下去，因为。伫保罗的概念里面，你若有信，你就有行为，它是连在一起的。你如果有信，你就会有相呼应的行为。在保罗是清楚的。雅各书家在第2章，他后面还是会提到。雅各书家是雅各书的作者有观察到，有基督徒他的信心理解成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知道。就请求我这样问你，你知影我查甫查某？你相不相信我是男的？你都只是把它看作一个概念、一个认知而已。你就未有呼应的行为出来。雅各书要提醒的，其实跟保罗讲的是没有冲突的。等于是说，你会当想讲雅各书是在呼应保罗的教示，
你若真正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你若真正有耶稣基督的信息伫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就会活出迄个款式，你就会有行为呼应的行为。啊，那你把信心当作是一个概念、一个认知，你还真的不需要有任何付出代价。啊，毋过你若真正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你就像这个经文所讲的，就哪亲像你去拄着迄个无通食、无通穿的兄弟姊妹，啊，你敢若会晓甲讲通安然去，吼啊，家己食好饱哦，家己穿好烧哦，毋通感冒哦，记得要勤洗手，要注射疫苗，戴口罩。提醒没有不好，啊，毋过如果你若干若安尼，要表明是你的关心，迄是绝对无够，吼，那是绝对不够的，吼。那一天，我们要送朋友出国去读书，那时候就问说，你有带偌济口罩出去？带这口罩，安尼好安心。啊，毋过我们就很多人都讲一样的话，你若无够，安那？口罩如果买不到，我会帮你寄过去。你若真正有这款的心、甲想法、甲做法，那才表示你头前咧问，你口罩有够无？是问真的，你不是干那在问一个起毛的，问一个好玩的吼。为啥这？今日的经文。那个所以做这要提醒的真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的行为要呼应你的认知，那个就是真实的信心。我要再加一句，你的行动就要呼应你的祈祷，那个才是真心的上帝的祈祷。咱这时要同心来祈祷。这成的杯，阮欢喜感谢，阮互你拣选。阮会当成做你所听内面的兄弟姊妹，一个群体信仰群体，这是何等大的稳定慈悲伫阮的心中。伫这个时阵，阮真正要欢喜，要谦卑来学习。你的话透过这个作者传到阮的心内，这个话，互阮不只是明白，嘛会当甲阮所明白的。有气力，甲行做出来。有当时啊，阮失败；有当时啊，阮做袂到。毋过阿爸爸，阮知影你的灵敏，知影你的听伫阮的心中。阮着不时着试看卖啊，要甲所知影的讲出来。这就是你要看到的。求你继续来引带阮，赏赐阮气力、耐心、甲听心，将阮所明白的行做出来。这是阮活伫这个世上，阮的责任，甲阮所表明的信仰。阮无够额，求你来保守，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念使徒圣经，来回应上帝的话语。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告进前咱要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金句伫雅各书第2章第17节，咱做伙来读。安尼神若无行，就家己是死。搁读一遍台语的。安尼神若无行，就家己是死。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华语的雅各书2章17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再念一次。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要来报告伫咱真感谢上帝伫台湾百姓甲政府做伙努力咱豆对社会餐厅也是教会拢已经逐步会当陆续开放互人会当开始聚集。咱教会伫下主日9月12号开始，咱嘛要有实体礼拜毋过下面的报告请兄弟姊妹斟酌来听，因为后礼拜咱的礼拜开始要分做3场咱要分做3场因为目的是要控制咱的人数聚集的人数会当有一个较充裕的社交距离所以请咱斟酌来注意时间甲下面所要报告的事项咱的礼拜要分做3场头前2场是台语的，第3场是华语的我来报告咱的时间第1场的礼拜是9点到10点半，第1场礼拜是9点到10点半，是台语礼拜。第2场的礼拜是11点开始11点到12点半。第2场礼拜是11点到12点半，嘛是台语的礼拜第3场的礼拜是下晡1点半到3点。第3场礼拜是华语堂是下午1点半到3点所以请咱兄弟姊妹将这个时间记落来下面我要报告咱要怎样来报名因为有报名有实名制有报名咱才会当掌握什么人来若是有什么代志咱就会当紧来联络所以咱下面这3场的礼拜咱要采报名制要用报名的方式会当互牧师伫教会办公室会当减压咱的人数才会当有一个好的控制保持咱规个大楼进入甲出入安尼安全所以咱的报名要用敲电话的方式请兄弟姊妹当敲电话入来办公室来报名电话是23637040，会当先找咱的办公室主任吴英语干事。咱用报名的制度请咱会当敲电话入来办公室23637040请找咱主任，咱的办公室主任英语干事，会当将你要报偌济人甲英语干事讲伊就会填单咱的人数的限制因为要包括伫政府所规范的人数内面所以我们就开放到70人每一场咱若是满70个人就请你爱选其他的场次来参加除了电话以外咱会当透过赖的群组，还是讲你有FB 会当甲牧师还是甲其他的长者来报名咱的顺序就照次数来报名来看人数那额满为止所以请咱兄弟姊妹要来真正来注意这件代志这个新的礼拜方式对于咱教会来讲是新的经验过去咱无安尼做过但是因为这段期间咱若是要实体礼拜嘛是爱互相保护彼此的健康所以嘛请兄弟姊妹做伙来配合教会用报名的方式来参加礼拜这个方法安尼好第2点的报告是本会有开放伫周间的实体的聚会70人以下所以咱各团契也是讲查经班
还是商业大学，咱就会当开始伫安全的环境下面做伙开始来组织。所以第三点嘛，来提醒咱大家。每一摆入来教会请咱就爱采实名制咱是用实名制所以就嘛请咱真正是真认真将这件代志来甲做好嘛爱入来时阵来喷酒精搁有量体温甲喙暗挂好咱嘛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好，第四点若毋是本会合唱团也是讲学团咱目前抑阁是暂停的无要开放若是请兄弟姊妹，若是会当紧去注射注疫苗就请咱紧把握即个期间安尼来出入咱会当保护家己，嘛会当保护别人。第七点的报告是讲咱的影音同工也有一个 idea 就是要邀请咱兄弟姊妹会当伫有闲的时阵会当录影10秒钟的影片10秒钟的影片就是讲你会当是家己个人嘛会当甲你的朋友，还是讲甲你厝内人看是要活动，还是讲伫厝内安怎还是讲去散步安怎你就会当翕一个甲你本身有关系的影片10秒钟你要讲话也无爱讲话拢会使的最好是动态的最好是影像的安尼咱影音同工要甲这个影片结合起来甲咱的古亭教会之歌做一个好的结合会当互咱来做一个好的纪念凡是以后咱嘛会当伫散会了嘛是会当播放这个影片所以真邀请大家会当录影10秒钟的影片来到伫教会上尾一点的报告是9月初5下晡3点咱要开中职会请所有的中职嘛第一来参加。好，以上报告。
恁拢是耶和华上帝亲身的拣选，就知，因为恁对耶稣基督有信，伫即个世上就活出即个有信心的生活。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保守、充满甲安慰，要甲恁这人伫地，尤其是甲信心无坚强、心内有悲伤的人伫地，要对即时到主过来。阿门。